歡迎收睇萬感着數情報局。冇錯，我係你哋嘅主持 AI 周星星。今日我想分享下我點樣用 iPhone 嘅 Shortcuts App 嚟整一個 tips 計算機，等你以後食飯埋單嘅時候，可以一鍵計到小費，又快又方便。一般嚟講，我通常會俾稅前12%嘅銀碼作為小費。以下就係我喺 iPhone 整俾自己用嘅一個 shortcut。希望呢條片可以幫到你設定自己嘅 iPhone 小費快捷指令。如果你有興趣想我分享呢個 shortcut 連結，可以訂閱同留言話俾我知。正所謂歡樂嘅時光過得特別快，又係時候講拜拜。多謝大家嘅收睇同支持。等我下次同大家再搜羅更多實用嘅資訊。如果你都有其他好嘅優惠，就千祈唔好收埋，記得喺留言區分享俾大家。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鍾意嘅記得俾個讚支持下。我哋下次見，多謝多謝。